第三章，龍的傳人，爬蟲基因的繼承者。那麼，當時的統治者巨人或蜥蜴人後來去了哪裏？答案可能出乎意料，我們可能就是他們的後代。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。所謂的龍，其最初原型很可能源自於鱷魚這種強大而古老的爬蟲類。鱷魚擁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，能在惡劣環境中長時間生存。外星基因工程師看中了這一特質，將人類的基因與這種頂級爬蟲類的基因進行了優化結合，創造出一個適應力更強、更具韌性的新族群，這就是華夏民族的始祖。因此，我們體內可能都流淌着古老的爬蟲類基因。這解釋了為何我們無需四處尋找蜥蜴人，因為我們自身就是他們血脈的延續。這種基因烙印深植在我們的文化潛意識中，化身為至高無上的龍圖騰。第四章，宇宙的終極法則，量子與八卦的共鳴。這場遠古的星際干涉留下的不僅是血脈，還有智慧。伏羲所創的先天八卦，並非原始人類的憶想，而是來自外星文明對宇宙底層規律的理解。後來因應大洪水後的地殼變動與氣候巨變，板塊分離，八卦系統演化為後天八卦，以適應新的地球能量場。這套系統所揭示的陰陽消長、能量流轉，與近代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學中的量子纏繞理論不謀而合。量子纏繞描述兩個粒子無論相隔多遠都能瞬間影響彼此的狀態，這正是先天八卦中陰陽互根、對立統一思想的科學印證。古時那些精通太乙、奇門、六壬的神人，其實是解讀並運用了這些宇宙密碼。他們的智慧至今仍然有效，因為他們並非迷信，而是建立在對宇宙統一場論的深刻理解之上。人類的歷史遠比教科書上所寫的更加波瀾壯闊。我們是星際混血的產物，是失落實驗的幸存者，也是古老智慧的繼承者。聖經、神話與山海經並非幻想故事，而是以隱喻形式記錄的地球編年史。解開這些密碼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是誰，以及我們從何而來。人類的起源，一段被遺忘的星際戰爭與基因實驗。我們來自何方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遠比進化論或神創論更為曲折離奇。根據一個融合了遠古文獻與現代線索的假說，地球人類的起源始於一場發生在北斗七星某顆行星上的星際戰爭。第一章：星際戰場與原罪的注入。在北斗七星系中，存在一顆比地球更小的行星，上面居住着一種高度文明、愛好和平的人形外星生物。然而，他們的和平被一種侵略性極強的螳螂型外星物種打破，面臨滅絕的危機。為了贏得戰爭，人形外星生物做出了一個顛覆性的決定，對自己的種族進行基因改造。他們將一種代表極端憤怒、憎恨與攻擊性的元素編碼注入自身的基因序列中。這項改造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超級戰士。他們在戰場上所向披靡，最終成功將螳螂人驅逐出銀河系。這場勝利的代價是巨大的。這種被後世稱為原罪 sin 的憤怒基因，成為了這個種族無法擺脫的烙印。戰後的新人類變得充滿攻擊性、自相殘殺，從一個和平的種族轉變為整個銀河系中不受歡迎的危險生物。第二章：地球流放與重生之地。面對這個危險的造物，創造他們的人形外星生物內部產生了分歧。主流意見是將這些失敗品徹底清除，但委員會中的一位女性成員極力反對。她主張為這些新生命尋找一個新的家園。最終，他們發現了年輕的地球。第一批被流放的人類來到了地球，但由於當時的氣候過於惡劣，他們全數滅亡，成為了地球歷史上的第一次失敗實驗。幾千年後，地球環境趨於穩定，第二批人類被投放至此。這一次，他們成功地存活並繁衍開來。亞當與夏娃或許並非唯一的兩個人，而是這第二批幸存者的象徵或代表。從此，
創造者們轉變為觀察者，他們乘坐飛船，即文獻中記載的神的座駕，定期來訪，監視着這場偉大實驗的進程。第3章，龍的傳人，基因的再次融合。為了讓人類更能適應地球的環境，觀察者們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基因調整。他們看中了鱷魚這種擁有極強生命力與環境適應力的古老物種。通過將人類基因與鱷魚基因融合，他們創造出一個更堅韌、更具生存優勢的族群，這就是華夏民族的始祖。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。龍的形象，其原型很可能就是這種強大爬蟲類的神話象徵，銘刻在我們的血脈與文化記憶之中。第4章，現代的回響與未來的啟示。時間快轉到2戰後，人類開始向宇宙發送帶有自身基因信息的信號。在1970年代，我們收到了回覆。然而，傳回來的並非友好的問候，而是一段陌生的基因頻譜。經分析，這段頻譜正是當年為了創造我們而被注入的憤怒基因的完整藍圖。這證實了我們的本質。現代地球人類是攜帶着星際戰爭遺產的武器化物種，我們天性中的攻擊與毀滅傾向，其源頭正是那段被遺忘的歷史。銀河系並非一個友善的溫床，很可能早有先賢洞察了這一點，因此世界各地的宗教都不約而同地導人向善，提倡壓制憤怒、慾望與憎恨。這不僅是道德教條，更可能是一種為了平衡人類內在的毀滅基因，讓我們免於自我毀滅，從而在地球上獲得長期生存的終極智慧。總結來說，這個假說描繪了一幅悲壯的圖景。我們並非由上帝憑空創造，也非單純從猿猴進化而來。我們是星際戰爭的產物，是帶着原罪、攻擊性基因被流放到地球的實驗品，並在漫長的歲月中與地球生物如鱷魚融合。理解這個起源，或許是解開人類本性矛盾，並尋找未來出路的關鍵。